在《雪中悍刀行》当中，江湖当中除了寻常武夫之外，还有三教中人，分别是儒、道、佛三教。三教中的人修炼要比寻常武夫简单，不过同境界的战力要差上许多。这三教中最昌盛的就是道教了。今天我们就来看看道教都出了哪些顶级高手。第一位，吕洞玄，道教的大真人，武当山的祖师爷。吕洞玄是整部小说的天花板人物，后世的宗师都把比肩吕祖当成毕生的目标，天道剑道双修，一身的修为达到了天人大长生的境界。800年前吕祖过天门而不入，给后世留下了无尽的传说。当初镇守天门的同人祖师就是被吕祖打落人间，成为了狄仙人。对于吕洞玄来说，所有的武力描述都是虚的，因为他就是人间的巅峰，达到了人间的极限，不可能有人超过他。后世的人境界修为再高，也只能和他持平。即使是后世最强的王仙芝，对上巅峰的吕祖也只有3七开的胜算。后世吕祖的转世齐宣真和洪喜相也有着和王仙芝5开的实力，能和巅峰吕祖一战的，大概就只有具备成吸收了北凉所有气运，短暂达到天人大长生境界的徐凤年了。第二位，李玉甫，又一位武当的大真人。洪喜相之后的武当山掌教是洪喜相的4师兄于兴瑞，当年在东海游历时收下的徒弟，被带回武当山后，洪喜相评价道：“武当当兴，兴在玉甫。”在兵解前将掌教位传给了他，可见对于这位新任掌教有多么的看好。李玉甫也确实当得起这句评语，他可以说是应运而生的人，没有私心私情，一心为了天下人，和徐凤年一起斩出了天人之阁，将所有垂钓人间气运的仙人斩杀殆尽，最后用尽一生的修为，送洪喜相的转世鱼福飞升和红衣团聚。在《雪中悍刀行》当中，道教是三教中最鼎盛的一个了。那么道教都出了哪些顶级强者呢？第3个，赵玄素。赵玄素，黎阳赵氏的老祖宗之一，也是龙虎山辈分最高的几位大真人之一，修为早早的就达到了陆地神仙境界。这位赵氏的老祖宗一直滞留人间，为黎阳王朝掠夺气运，暗中扫除对于王朝不利的因素。徐凤年就是他的首要目标。在徐凤年第2次游历江湖时，赵玄素下山了，化成一位孩童，跟随徐凤年进入了武帝城。在武帝城时，趁着李淳罡和王仙芝大战时，赵玄素趁机对徐凤年出手，想要帮黎阳王朝清除这个不利的因素，顺便将杀死徐凤年的事情嫁祸到王仙芝的身上。只可惜他出手时遇到了邓太阿，当时邓太阿看穿了这位道教大真人的阴谋，于是12飞剑齐出，将赵玄素打得没有还手之力。他的魂魄趁着李淳罡剑开天门准备飞升时，邓太阿飞剑将他钉杀。第4个，赵黄巢。和赵玄素一样，赵黄巢是黎阳王朝另一位老祖宗，而且当年的他还是皇子。当年的他高瞻远瞩，为了赵氏的未来牺牲了自己。在龙虎山修行时，将龙虎山中赵家的气运和黎阳王朝赵家的气运给绑在了一起，之后一直隐居在地飞山，在地飞山养出恶龙来针对北凉。在徐凤年上龙虎山的时候，用无数的残魂影响徐凤年，想要在梦中杀死徐凤年，结果被徐凤年于梦中斩龙，破掉了他的杀局。之后地飞山的恶龙被李玉甫给斩杀了。赵黄巢本人也在徐凤年和王仙芝大战后被尚有余力的徐凤年给活活打死。赵黄巢为了黎阳王朝的昌盛不择手段，曾经算计了刘松涛和轩辕清风的前世，是原著当中最擅长修地利的人。在《雪中悍刀行》当中，江湖当中除了寻常武夫之外，还有3教中人，分别是儒、道、佛3教。这3教中最昌盛的就是道教了。那么道教又出了哪些神仙人物呢？第5位，袁青山。袁青山是北莽道教的领头人，也是北莽国师，修成了道教秘术一气化三清，分出了3尊分身在北莽坐镇，本尊则一直在外云游。后面3尊分身分别死在了李当仙还有拓跋菩萨的手中。当初北莽灭佛，袁青山就是最大的推手之一。在天时地利人和中，赵黄巢最擅长修地利，袁青山则是最擅长修人和。当年游历中原时，袁青山看好赵柱能够成为未来的皇帝，于是便收他为弟子。后面用一枚气运包子交换了徐凤年手上赵柱的铜钱儿。第6位，澹台平静。澹台平静是道教炼气士，也是这一代南海观音宗的宗主，年龄已经超过了100岁，是徐凤年上一世的弟子。小的时候就非常仰慕自己的师傅，跟着师傅四处游历，渐渐的有了爱慕之情。只可惜那一世的徐凤年应运而生，办完事情后就挂了，转世去了。澹台平静身材高大，容貌美丽，被赤剑老祖随邪谷爱慕了数10年的时间。澹台平静是天人安排在人间的棋子，为了气运，时常和徐凤年作对。最后北凉和北莽大战时，终于是悟透了天道对于人的压制，选择散尽修为和气运，帮助徐凤年进入了北凉王府的梧桐院中。